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1月1号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上帝的慈爱胜过人的罪恶。经文要读以西结书16章1到63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我要重新与你立约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我要赦免你所犯一切的过错，但是你仍然会记起这些事，因惭愧而不敢再开口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以西结书16章62到63节。经文大概在提到耶路撒冷如同妓女一样，耶路撒冷的面貌是上帝的赏识装扮的，而耶路撒冷仗着美貌而行邪淫，并且与列国来行淫。先知描写耶路撒冷比妓女还不如，上帝要惩罚他。虽然耶路撒冷犯罪，上帝还是追念与他所立的约。这段经文以抚养弃婴为比喻，来描写以色列的忘恩行为。其实在经文描述上帝细心来照料他、喂养他、装扮他，使他极其美丽，并且与他订立了婚约，给他法律上的保护，以免他受到侵犯伤害。那接着是他美名和荣耀，转变为列国所羡慕的皇后。耶路撒冷本当以忠诚来回报耶和华的连续和眷顾，但是他却自甘堕落，好像可憎的妓女来回报耶和华。那先知从3个方面来描述他的言行。第一个是耶路撒冷身处各国各民各文化和贸易的往来枢纽，他没有见证上帝的荣耀，却如同妓女仗着自己的美貌，任意与过路的人行淫。第二个，他使用上帝所赐各样宝贝器物，来为自己雕刻偶像来崇拜，甚至呢，为了祈求繁殖力，不惜将自己的儿女焚烧为祭，就是使儿女惊火。他忘记了他卑微的起源和所受的恩惠，所以上帝要对他宣告说：你有祸了，你有祸了。那第3个方面是他多行淫乱，他以完全接纳外邦人那性角色的作风。所有在路口上为自己建造高台，只为不愿遗漏任何可以行淫的机会。因此呢，他与埃及、非利士、亚述、巴比伦都结盟，甚至比一般的妓女还不如。他竟然为了要行淫，还付报酬给他们。经文在描述上帝如同被妻子背叛的丈夫，他向他倾倒满腔的愤怒和记恨。首先来说明审判的原因，就是以色列他不仅在拜偶像当中赤身露体，将一般的神明献儿女为祭。另外呢，上帝也兴起他所拉拢的恩客，从四处来攻击他，那要将流人血的罪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必被刀剑刺穿，所有美福尽都被废去，好使他不再贪行淫乱，叫上帝的圣洁的怒火得以止息。
弟兄姐妹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上帝怜悯他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上帝的义怒与以色列人的卑微，他们也在上帝的怜悯之下蒙恩，但是又在悖逆受罚。看到当人悖逆不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人也无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获得自己所期待的结局。然而在刑罚之后，上帝与耶路撒冷重新来立约，显明他无比的慈爱。那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和耶路撒冷的受罚，也提醒了我们不要以为行恶却未见刑罚来到，好像上帝在睡觉，在打盹，是他有无限的宽容，他等着我们悔改。有时候我们会误解或滥用上帝的恩慈和忍耐，我们就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遭受上帝毫不留情的击打、管教。先知要让我们知道，上帝的恩典是超越我们的软弱和过犯。恩典的目的其实是在于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，也叫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和罪恶，使我们得以产生属灵的懊悔，然后重新寻找恢复圣别的身份。因此我们越体会上帝的恩典，就越能带动属灵的更新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懊悔，但是不悔改，以至于常落在习惯性的软弱中挣扎过生活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即使我们在软弱犯罪的时候，你仍然没有放弃我们，等待着我们回转归向你。我为了你丰厚的慈爱与恩典，我献上感谢。因着你坚立你自己的约，使我们得蒙赦罪之恩。求你也保守看顾我们，不叫我们落入私欲的诱惑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专心来寻求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